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冲崩台语安尼写，冲崩，形容个性火爆、鲁莽、冒失，台语讲冲崩。少年人个性冲崩，做代志拢无咧留后步。我的个性较冲崩，阿母不时甲我吩咐，做万项代志一定爱考虑再考虑。你小控制一下，先莫遐冲崩，先甲代志的头尾摸好清楚。拄则我看到恁小弟冲冲蹦蹦走入去厝内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冲蹦的冲，还有两个音，冲甲冲，冲冲动、冲突、冲击。两个领导人拢想过冲动，才会起冲突，希望唔通冲击到公司的运作。搁来冲，芳庆庆的加酒芳，庆对片空来，害我的不倒有够妖。这个歌星，即阵仔是唱歌歌，唱甲抓袂牢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冲蹦实在真趣味。